他是法国人男朋友。我说我前一阵子还跟他说，杜雷，赶快生一个法国妹很漂亮，法国娃娃很漂亮，你生一个回来给我玩。他说你自己去生一个啦。我说我更年期了，怎么生啊？没有什么庆祝啊，就是开车要回家的路上啊，然后听到消息，然后就把车停路边，好好的享受那个氛围，享受一下那个心情的惊讶也好，然后感恩也好，就觉得哇，好多好多。车上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就尽情享受那个时刻。对，然后看朋友传给我的讯息，所有的祝贺这样子。女儿就是妈妈好厉害呀，入围啦。然后儿子就说需要正面能量，恭喜入围对吧？就两个就是都很理性。那时候你在路边停了多久的时间？差不多有1个钟头吧。对啊，我当然好好的。脑袋应该浮过很多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服过什么东西啊，就只是想说，很开心啊，然后就不想在行动中去感受那个心情，想安安静静的就停路边，然后抽根烟，然后够了，这比吃大餐还好了。这2个孩子沟通没有因为他们。什么事都会跟我讲，然后也没有什么秘密，就算有秘密的话，也不过就是2天吧。然后后来他们会忍不住，好啦，我跟你说啦，其实怎样，那事实上那2天你已经有感觉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只是不想说，就你骗不了人，就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，就是一样，太阳是公平的，好吗？没有什么秘密这件事情。即使他们比如说偷偷交了男女朋友，你也躲不过你。怎么可能躲得过啦？好厉害！不可能啦，因为我们一直同个空间相处这么久，你怎么可能有办法骗得了我？所以我也不揭穿你，那就看你愿不愿意招。你不招，是不是出了问题你再来靠腰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就是这个概念。很好啊，混血儿啊。他是法国人男朋友。我前一阵子还跟他说，杜雷，赶快生一个法国妹很漂亮，法国娃娃很漂亮，你生一个回来给我玩。可是不能叫阿嬷，还是要叫柯姐。所以你反而希望你们早点怀孕结婚哦？对啊，混血儿。可你们好像才20几岁，24、5岁了，可以啦。太年轻了吧？哪会啊？真的，早点生，早点享福啊！你想早点抱孙子？没有啦，就是你知道混血儿，你知道吗？很可爱不管男女都很可爱。没错。那女儿的反应怎么样？他说你自己去生一个啦。我说我更年期了，怎么生啊？而且我没有外国人可以生。